交俾你啊1200，頂住頂住，消耗咗佢少少啦。嗱收大哥係1200啊！我記得上次 studio 打床哥好似係最渣嘅喎，係咪啊？床哥最低分轉數最低㗎嘛，我記得係啊。OK， 又過一關，佢連過4關喎，會唔會上演1400啊？有冇機會可以復出？好，我哋兩邊選手都準備緊調配緊自己嘅陀螺。好。哇！收大哥拎紅絲麻雀，而長哥拎嘅係長空天馬。躺，頂住啊！穩住！兩邊選手都見到有啲緊張啊，好緊張啊！好，兩邊選手都 ready， 我哋一齊嗌 3、2、1， shoot 啦！預備，3、2、1。喂，搞乜嘢長哥？搞咩？嗱，非常之乾脆利落嘅。2比0。好，咁就收大哥重擊勝利，2比0。嗱，啲雙人架我哋長哥用嘅咧係彈丸絲就啊！一定會分身嘅陀螺，究竟會唔會長哥利用呢隻陀螺2打1打贏我哋收大哥，追翻少少 JFFP 顏面啦？好，兩邊選手預備，我哋一齊嚟嗌啊！預備，3、2、1，Go shoot！ 好，兩邊嗱，咁就要問一問裁判啦，究竟咧落地係成功定係發射失誤啦？師兄係咪？哦，發射失誤。好，裁判表示發射失誤嘅，因為陀螺未掂到呢個戰鬥區域啊。未輸晒。仲有得追，仲有得追。好，兩邊選手預備，我哋一齊嚟嗌啊！預備，3、2、1 ，Go shoot！ 嗱，彈丸先就成功分身，咁個子彈就會翻嚟接收嚟㗎。冇啦。嗱，兩邊都一場激鬥嚟嘅。嗱，今次呢場非常刺激啊！彈丸先就好幾次爭啲將收大哥嘅烈沙輪夾推出㗎啦。但係收大哥非常犀利，持久獲勝3比0啊！楊生最熟啦，老友。曹哥今次會唔會準備佢隻殺手鐧呢？好，收大哥用嘅蒼鷺圓環，而床哥就用隕石青龍嘅。好，雙方選手預備，我哋一齊嚟嗌啦！預備，3、2、1 ，Go shoot！ 唔係好見到嘢啊！好，熒光鑊咧。但係咧，我可以講解少少，大家係雙方都僵持不下㗎，喺度轉緊嘅，互轉緊㗎。係啦，中間仲轉緊嘅。係啦，咁啊，但係床哥嗰隻就好似爭咁少少力度，可能橡膠方面可以吸收到啲啊。好似冇啦，床哥已經係完敗咗啦。畫面上嘅 delay 啊，大家應該都睇到㗎啦。咁就蒼鷺圓環持久勝利嘅。咁就由我哋收大哥再攞到1分，比數4比0啊！交俾你啊，梁少。